南韩的飞行器意外有国内机师就表示讲，依照当时这飞行器的高度，应该有机会去救起来停飞，甲降落架改做机师家己来控制，甲放落来。嘛有专家是认为讲，这机场的跑道受底，机师未负反应，才会来造成不幸。 70岁自由航空班机是波音737-800机型，机龄15年。官方判断应该是降落时阵叫只击到，才造成事故。第一时间，咱外交部向南韩相关单位表达慰问，经驻外单位查证，确认无台湾旅客伫机顶。该班济州航空失事班机上，并无任何我国籍旅客搭乘。外交部及驻韩国代表处、驻釜山办事处将密切注意后续发展，并与韩国相关部门保持联系。 航空界人士分析，若是只击到，可能地属部分系统失效，当时也可能是反应时间伤短，用机爆落地冲出跑道。武安机场的跑道差不多90英尺，是较低的跑道，飞机袂当有效减速。鸟击之后呢，会导致多少的状况？比方说发动机失效，发动机失效导致液压系统无法作动。那液压系统无法作动，再来它可能确实在降落的时候时间很短，所以呢，也许机长能够判断的时间不太多。 给他的时间不太多呢，也许用机腹着地已经是他最好的一个决定了。经民航技术分析，这个事故也有真侪疑点爱查，看降落的路线，班机伫降落的过程下降速度无明显各样。另外，只要击到无一定会影响起落架。伫当时这个关度嘛，还有用手操作起落架，还是停飞甚至转降的选择。即便是你的液压系统影响到你的起落架。 但我们这个738它还是有一个手动可以把这个起落架降下的一个机制，看起来它也没放哦，所以这里面其实充满了非常多疑点跟奇怪的地方，可能需要等到这个黑盒子或是这个座舱记录这个语音座舱记录拿到之后，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判断吧。只要接到的士飞安事故，定定听到2019年罗西亚乌拉尔航空一台 A321空中巴士起飞了无偌久，就互只要接到发动机失效，机上乘客有翕到，当时机身快速摇撼，甲摆飞机紧急伫郊区一个反备层劈降，造成23个人受伤。最近较严重只要接到的事件是1960年，美国东方航空一台班机，互规定水饺影响，甲尾4台严禁转飞，飞机落伫波士顿机场附近，62个乘客死亡。记者综合报道。